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张中道在点歌，讲到新北的淡水有交通专业者通报讲去弄到一只船，海巡去到现场所去抓到一个60多岁的中国人，讲是受到政治的迫害，要投奔自由，对福州偷渡过来台湾。目前这个人已经被警方铐起来，这嘛是第一届有中国人对淡水河偷渡过来台湾。 在长崎船桥海巡查落，中国籍查甫人偷渡，互人撞到，发现一艘大陆橡皮艇。对岸原来有人用手告船啊，互咱抓到。中国籍人士想要偷渡来台湾，较早大部分拢为金门，这个头一届发现是隔离一个人偷渡为淡水河入境。 互人抓到双手铐条的，这个60岁姓黄的偷渡客，伊为福建出发，驶船啊渡海来台湾，坐到早起11点外，到码头了后，弄到交通船，业者同步通报，海巡才伫码头抓到人。后头啊，他开主干那个头了，把他撞了，打这个点了，海巡就来了，海巡就去看了。 中国籍偷渡客冒险走来台湾，讲互人政治迫害，想要投奔自由。详细的目的爱搁进一步调查。海巡是讲，船伫外海时阵已经有专田监控，移送检方了后，人裁定收容。专案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定罪嫌侦办。当场逮捕1名陆籍人士，并扣留1艘陆籍小船。本署人员完成笔录制作，并移送地检署，由检察官裁定收容。 虽然海巡讲伫淡水外6海里早就密切掌握，毋过比起较早监测模式，若是进入12海里，马上有动作。即个发现各样了后，无派船海上查查，到底是考虑啥物？万一船无挨着，目的地伫倒，是毋是会当掠着人？专案的疑点甲质疑，可能拢需要查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